講22 70個7的預言。彌賽亞在世的時候，曾經告訴他的門徒說：不要以為我來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，我來不是要廢掉，而是要成全。當他復活後，在前往以馬忤斯的路上，他向2個門徒顯現，並且從摩西和眾先知起，凡經上所指着他自己的話，都給他們作了解釋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，就是天使長加百列向但以理宣示的70乘7的預言，看看該預言是怎樣應驗在彌賽亞的身上。24節是整個預言的主題對象及範圍，就是關乎以色列民和耶路撒冷城的命運，以及至聖者彌賽亞的工作，絕對與基督教所指末日的敵基督沒有絲毫的關聯。預言的內容是以62個7、7個7和1個7，分開3至4個時段來闡述的。62個7這個時段，就是從公元前434年，波斯亞達薛西王頒諭令，允許被擄的猶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家園和聖殿，直到公元的開始，受膏君到來的時候，全段時間一共是62乘7等於434年了。7個7這個時段，就是經文中所指的受膏君的時候，從受膏君的到來到他的被害，他的生命一共是7乘7等於49年。在彌賽亞受審判的時候，猶太人清楚地告訴我們，他的歲數是49歲。約翰福音8章57節記着，猶太人就對他說：你還沒有50歲，難道見過亞伯拉罕嗎？12使徒福音95章有一個更加確實的說法，使徒們記載着說：現在當彌賽亞升天時，這裏已經是仲夏了，而他還未到50歲，因為在他的生命中應該成全7個7年的需要。26節是預言以色列民、耶路撒冷城及聖所的命運。預言指出，當過了62個7，以及那受膏者被剪除之後，有猶太人起義反抗羅馬的統治的發生，到時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這城和聖所。這王就是羅馬將軍提多。提多為了鎮壓猶太人的叛亂，他於公元70年率領羅馬大軍攻陷耶路撒冷，並且徹底摧毀耶路撒冷城及焚毀聖所。後來他成為了羅馬的皇帝哈德良。提多將軍的這次行動，雖然是一個毀滅性的行動，但卻未能將叛亂平定下來。猶太人3次大的起義和戰爭此起彼落，是猶太人對羅馬發動的最後一次，也是最血腥的大規模叛亂，最終也被羅馬皇帝哈德良的軍隊鎮壓。這一次起義失敗後，哈德良下令將猶太行省更名為敘利亞巴勒斯坦行省，並嚴禁猶太人進入耶路撒冷，導致猶太人更大規模地流亡海外，一直到底。耶路撒冷荒涼的事已經定了，至今真正的猶太人還未能歸回耶路撒冷復國。今天在以色列生活的絕大多數的人並不是真的猶太人，他們其實是可撒人 Hazars。敬請各位讀者務要自行參閱這2本書籍，明辨是非真相。27節是1個7年的預言，這1個7年預言的主角
就是經文中的他。究竟文中的這個他所指是誰呢？從文法的角度來說，這個他應該是在前文出現過的。羅馬提多將軍出現過1次，受膏君彌賽亞出現過3次，敵基督1次也沒有。因此經文中這一個7年預言的主角，應該是受膏者彌賽亞。所以這個7就是彌賽亞一生中的最後的7年，也是他一生中的第7個7年，全都是在他自己本國以色列度過的。而在這之前的第5及第6個7年，約10年的光陰中，他是在外邦傳道的。12使徒福音6章15節記着他在外邦傳道的工作，說經過了一段時間後，他到過亞述、印度、波斯和加勒底人的地方。多年來，他走訪了他們的寺廟，與他們的祭司和智者交談，在他經過的國家，行過了許多奇妙的工作，醫治這些國家的病人，因為他是外邦人的光。以賽亞先知預言說：看哪，我的僕人，我所扶持所揀選，心裏所喜悅的，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，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。我耶和華亞維憑公義召你，必攙扶你的手，保守你，使你作眾民的中保，作外邦人的光。現在我們言歸正傳吧，回到彌賽亞人生中的第7個7年，他回到自己的本國之後，便致力於拯救自己百姓的工作。大家還記得天使對瑪利亞所說的話嗎？天使加百列告訴瑪利亞，他將生下一個兒子，並要為他起名叫耶號斯亞哈士。這名在希伯來語中的意思是耶和華亞維是拯救，或耶和華亞維拯救的手，因為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中拯救出來。預言把他這個7年分為2個時段，整整的7年，以及後半個7年。彌賽亞在他人生最後的7年，都是留在以色列本國，與以色列人堅定盟約。但在17之半之後的3年半，他較多集中在耶路撒冷城，特別是在聖殿的工作。他在聖殿中教導、呼籲及阻止百姓獻血祭。最後，他還使聖殿的祭祀與供獻止息。現在，我們先去看看他是如何與以色列人堅定盟約。經上記着說，彌賽亞呼召他的12個門徒，代表以色列12個支派，賜給他們權柄，驅趕不潔的靈和治癒一切的病症和各種的疾病，責令他們進入以色列的城埠和以色列家的迷羊中，傳講天國近了。在這些事以後，主又另外指派了72個人，到他們自己的支派的各個城市和各個地方，對他們宣講：神的國臨近你們了。經上也記載着彌賽亞走遍各城各鄉，在各會堂裏教導人，宣揚天國的福音，醫治各種疾病、各種病症。至於彌賽亞與許多人堅定盟約的事，卻在馬太和馬可的筆下失落了。馬太和馬可在他們的福音書中，同樣都有提及到彌賽亞登山變像的事。當時有以利亞和摩西向他們顯現，並且和彌賽亞說話，之後又有一隊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，且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，說：
這是我的愛子，我所喜悅的，你們要聽他。究竟這三位重要的人物傾談過什麼重要的事情呢？從雲彩裏出來的聲音，又要我們聽彌賽亞說些什麼呢？現在讓大家一起參考十二使徒福音第46章，填補上述兩項失落了的資料，當中其中的一項，就是彌賽亞與以色列人和我們人類所立的新約。首先，在他們三人對話的當中，摩西曾經對門徒這樣說：摩西對門徒說，這就是他，我從前所預言的，說，永恆主要從你們弟兄中間，給你們興起一位像我一樣的先知，你們要聽從他。永恆主對他說話，他要對你們說話，你們要聽從他。凡不服從的，他們必自取滅亡。當從雲彩裏出來的聲音，要門徒聽彌賽亞的話之後，彌賽亞耶浩斯亞哈士便對他們說：看哪，我賜給你們的新律法，不是新的，而是舊的。儘管摩西按着肉體已經將十誡給了以色列，所以按着靈，為了以色列國，我也給了你們12人。誰是神的以色列？即使他們是其他國家和部落的人，但凡實行公義、愛好憐憫和遵守我誡命的人，他們都是神真正的以色列人。耶浩斯亞哈士站起來說：以色列啊，你要聽，耶和華你們的神是獨一的。許多是我的預言人和我的先知，一切人的生活和作息都是在於我，也得到維生的供應。你們不應為了你們的快樂、你們的利益，取去任何生物的生命，也不可折磨他們。你們不得偷取任何的財物，也不得囤積超出你們自己所需用的土地和財富。你們不可吃任何被宰殺生物的肉，也不可喝他們的血，也不可吃喝任何會引致你身體健康或精神紊亂的東西。你們不可玷污婚姻，把它變得沒有愛和健康，也不要敗壞你們自己的身體。或因造物主是聖潔的，他所造的任何生物都是純潔的。你們不可對任何人作假見證，不可故意用謊言去欺騙他們。你們不願意人怎樣待你們，你們也不應該怎樣待人。你們要敬拜獨一的永恆主，在天上的父母，萬物的主宰，要敬重他的名。你們要敬重你們在地上的父親和母親，因他們關愛你，也要敬重所有教人學義的教師。你們要珍惜和保護弱者，和那些被欺壓的人，和所有遭受虐待的生物。你們要合適地用雙手去做好事，你們便可以吃土地上的果子，並且在這地上得以長久地居住。你們每天都要潔淨自己，第7日要從勞動中歇息下來，守安息日為聖日，這日是你神的節日。你們願意人怎樣對待你們，你們也應該要怎樣對待人。當門徒聽到這些話時，他們便捶胸，說：在當中，我們有冒犯了，神啊，原諒我們。願你的智慧、愛和我們內心的真理，讓我們的心傾向於去愛和熱衷於這個神聖的律例。耶浩斯亞哈士對他們說：我的是平等的，
我的擔子是輕省的。如果你願意承擔，對你們是容易的。對進入天國的人，除了這些必要的東西之外，再沒有其他任何的負擔了。這是神給以色列人的新律法。這律法是內在的，因為這律法是愛的律法，而且不是新的，而是舊的。你們要注意，不可加添任何東西在這個律法中，也不可從中取去任何東西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那些相信並遵守這律法的人，必蒙拯救；而那些知道，卻不遵守他的人，將會喪失生命。大家看看，彌賽亞在山上所頒布的律法，既是新的，也是舊的，既按着肉體，也按着靈性，既給以色列人，也給其他各族、各方和各國的人。凡遵守彌賽亞誡命的，都能成為真的以色列人。由此看來，彌賽亞在山上頒布律法，就是成全了神的律法，同時也成全了但以理先知指着他所說的話說，他在17之內，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。還有一點我想補充，記載於馬太福音19章。有一次，有一個人問彌賽亞，他該做什麼善事才能得永生？彌賽亞對他說，你若要進入永生，就當遵守誡命。我相信彌賽亞在這裏所指當遵守的誡命，應該就是他在山上所頒布的誡命了。現在讓我們回到彌賽亞人生中最後的7年之後半部分，一起去看看他為何及如何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。當我們談論到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這預言的時候，我們很自然便想起彌賽亞在聖殿裏突如其來粗暴的行徑，他憤怒地驅趕那些販賣牛羊的商販，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。其實會發生這樣的事情，絕不是偶然的，因為在彌賽亞人生中最後的17之半的3年半的時光中，他都是在聖殿與百姓分享天國的真理。獻祭與吃祭物的肉，都是他日常所關注的問題。12使徒福音第28章記着說，在提比呂亞附近的一個地方，那裏有7口井。有一天，當耶號斯在那裏講完了他的話時，有一個年輕人帶了活的兔子和鴿子來。他年輕人可能是和他耶號斯的門徒一起吃飯的。耶號斯看着那個年輕人，就愛他，對他說，你有一顆善良的心，神會賜給你亮光。你不知道神在太初就賜地上的果子給人作食物，又使他人不低於羊、牛、馬或羊，那麼他人便該殺害他的同伴的生物，吃他們的血和肉嗎？你們相信摩西確實曾吩咐把這些生物宰殺，可獻上作祭品和可吃的血和肉，所以你們在聖殿裏也是會這樣做。看啊，一位比摩西更大的就在這裏，他來就是要廢掉獻祭牲的律法，以及在節期中吃肉的盛宴，並且要恢復起初之時純潔而非血腥、馨香之祭，即是獻上地上的穀物和果實。你們所要獻給神的，就是你們可吃的純潔的東西，但你們所獻上的，是不純潔的，是你們不可吃的，
因為時候已經到了，你們獻的血祭和吃肉的盛宴要停止了。你們要以聖潔的崇拜和純正之祭來敬拜神。因此，讓這些生物獲得自由，使他們可以在神裡面得喜樂，不給人類帶來任何的罪惡感。那年輕人放了他們，耶浩斯也把他們的籠子和扣打破。有關耶浩斯廢掉摩西獻祭牲及吃肉的律法，我稍後再作補充。為何耶浩斯要把摩西的獻祭牲及吃肉的律法廢掉？他曾在聖殿外院的另一個場合有給予過充分的解釋的。十二使徒福音第33章記着說，耶浩斯在聖殿的外院裏教導他的門徒，其中一人對他說：夫子，祭司們說，若不流血，罪不可赦，那麼律法的血祭可以除掉罪孽嗎？耶浩斯回答說：不可以。鳥、獸或人的血祭，無一能除掉罪惡，因為良心如何可以從流無辜之血的罪中，將別的罪孽洗滌呢？他既不能除罪，更只會增添罪愆。祭司們確實收到了這樣的祭品，以作為調解干犯摩西律法的罪。但對干犯神律法的罪，這是毫無赦罪的效用的，除了悔改和修正之外，不能得到赦免。先知書中難道沒有寫着，把你祭牲的供品放在你的燔祭，要遠離他們，並且你要停止吃肉，因為當我神把你們的父親帶出埃及時，關於這些，並不是我對他們說的，也不是我吩咐他們的。但這東西是我所吩咐的，說：聽從我神的話，按照我所吩咐你的話而行，你要成為我的民，而且這是與你有益的。但他們沒有聽，也沒有側耳而聽。永恆主所命令你的是什麼呢？他只要你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的神同行嗎？難道沒有寫着，在起初神命定了樹的果子和種子和草本植物是眾生的食物嗎？但他們使禱告之家變成了賊窩，壇上純潔的祭品與香變成了血，血染了祭壇，並且吃掉了被殺的祭牲的肉。但我告訴你們，你們不要流無辜的血，也不要吃肉，走正直的路，愛憐憫，行公義，你的日子在這地上必然得以長久。還有一次，耶浩斯與聖殿的某些長老和經學家討論吃祭物的事。十二使徒福音第51章記着說，聖殿的某些長老和經學家來到他面前說：為什麼你的門徒教導人們吃獸的肉是不合法？儘管是摩西頒令所獻的祭物也不可，因為經上記着神對挪亞說：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，懼怕你們，連海裏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。耶浩斯對他們說：你們這些假冒為善的人，以賽亞說到你們和你們的祖先說，這些人用嘴巴親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但他們的心遠離我，他們敬拜我也是徒然，又假託我的名教導和相信人所教導的神聖教條和誡命，只是為了滿足他們自己的私欲。又正如耶利米也為血祭和獻祭作見證說：我耶和華神在你們出埃及的日子，並沒有吩咐這些事，我只吩咐你們去做的，就是正義，走在古老的道路上，行公義，好憐憫，存謙卑的心，
與你的神同行，但你們沒有聽從我的話。我一開始就給了你們各種各樣的種子和樹上的果子和種子，作人和獸的食物和醫治。他們說，你所說的違反了律法。他說，我確實沒有反對摩西說的話，也沒有反對律法，而是反對那些敗壞他律法的人。他容許你們，只因你們的心剛硬。但是看啊，一位比摩西更大的就在這裏。他們憤怒，並拿起石頭來投擲他。耶和華從他們中間經過，在暴亂中消失了。根據耶和華彌賽亞在這三個場合中的教導，我們可以梳理出彌賽亞，他來就是要廢掉獻祭牲的律法，以及在節期中吃肉的盛宴，並且要恢復起初之時純潔而非血腥的馨香之祭，即是獻上地上的穀物和果實，是人可吃的純潔的東西，以聖潔的崇拜和純正之祭來敬拜神。他澄清律法的鳥獸或人的血祭，不但不能除掉罪孽，毫無赦罪的效用，反之流無辜之血給人類帶來罪惡感，只會增添良心的責備和罪愆。除了悔改和修正之外，不能得到赦免。他重申，在起初神命定了樹的果子和種子和草本植物是眾生的食物。神沒有吩咐人獻血祭及吃肉，是人假託神的名教導人獻血祭及吃肉的，只是為了滿足他們自己的私欲。他勸勉我們要聽從神的話，按照神所吩咐的而行，不要流無辜的血，也不要吃肉，也不可使禱告之家變成賊窩，要走正直的路，愛憐憫，行公義，我們的日子在這地上必然得以長久。以上的陳述就是彌賽亞為何及如何應驗了先知但以理的預言，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了。由於彌賽亞採取了潔淨聖殿強制性的行動，聖殿的獻祭就因此而停擺了，觸及那些行毀壞可憎的既得利益者的權益，他們便如飛而來，要把他剪除。他們漏夜捉拿及通宵審訊他，大清早便把他押解給羅馬當局審判他，中午便把他處死。因此，彌賽亞之死並不是因為他要洗滌人的罪，要充當為祭牲，而是被那些行毀壞可憎的人剪除。彌賽亞復活升天21年後，亦即是公元70年，神的憤怒臨到那些行毀壞可憎者的身上。羅馬大軍攻陷耶路撒冷，並把他們的賊窩拆毀。至今，這些行毀壞可憎的人還未能歸回耶路撒冷復國。我相信，對於這些行毀壞可憎的以色列人而言，他們回歸耶路撒冷復國是不可能的，因為早有預言，荒涼的事已經定了，是一直到底的。但以理先知的70個七的預言，概括而言，預言的內容是以62個七、7個七和1個七來展述的。62乘以7是430年。從公元前434年，波斯亞達薛西王頒諭令，允許被擄的猶太人返回耶路撒冷，重建家園和聖殿，直到彌賽亞於公元元年的降生，歷時62乘7等於434年。7乘以7是49年。彌賽亞一生的歲數正是49年。彌賽亞一生的事蹟可分為
6乘以7年及1乘以7年兩個時段。彌賽亞42歲之前的生活，亦即是6乘以7，是他42歲之前的生活。彌賽亞除了逃避希律的迫害到過埃及之外，他自幼便在自己的家鄉拿撒勒長大的。在他18歲的時候，他與米利暗成婚，他倆一起生活了7年後，他就死了。在這之後，彌賽亞完成了律法的學習，他也再次下到埃及，學習埃及人的各樣的智慧和學問，就像摩西所做的那樣。他與神面對面交談7年，從那時起，他回到拿撒勒他的父母那裏，並且成為了一位耶路撒冷認可的教師，可在耶路撒冷教導，即使在聖殿裏也沒有人阻礙他。經過了一段時間後，他到過亞述、印度、波斯和加勒底人的地方。多年來，他走訪了他們的寺廟，與他們的祭司和智者交談。在他經過的國家，行過了許多奇妙的工作，醫治這些國家的病人。彌賽亞一生最後1乘以7的7年的生活，他這7年全都是在他的本國以色列度過的。在這7年的前3年半，他走遍各城各鄉，在他們的會堂裏教導人，宣講天國的福音，又醫治各樣的病症。他也頒布了12條誡命，與許多人堅定盟約，與全人類立了新約。注：所立的新約可見於12使徒福音第46章。在這7年的後3年半，他在耶路撒冷及聖殿教導門徒及百姓，要遵從神的吩咐，行公義、好憐憫，吃樹的果子和種子及田間的蔬菜，獻可吃的食物作為馨香之祭。他告訴他們，獻血祭對赦罪是毫無效用的，流無辜的血反而會增添罪愆。徹底的悔改和矯正，罪才可得赦免。他不但廢掉祭牲的律法，在節期中吃肉的盛宴，以及禁止吃肉和喝血，他還潔淨聖殿，使祭祀與供獻止息。因彌賽亞侵犯那些行毀壞可憎的人，亦即是祭司和利未人的利益，被他們剪除，終年49歲。各位親愛的觀眾，多謝你們收看，願大家一同得着彌賽亞給我們的盟約，能成為真以色列人。下面還有一些重要的視頻，也歡迎大家收看。再見。